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汤用同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同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汤用同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金明馆从稿出编，二编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新资源洪友兰著，山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唐代佛教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第4卷上，第4卷下，侯爱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9年、1960年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任继义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佛教史第1卷、第2卷、第3卷，任继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985年、1988年版。禅理中国日本柳田胜三著，三联书店1988年版。谭义禄、钱钟书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义海为兰、八福天著，台湾广文书局民国60年版。禅宗大义正果编述，中国佛教协会1986年版。隋唐佛教郭鹏著，齐鲁书社1980年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郭鹏著，齐鲁书社1986年版。宋元佛教郭鹏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明清佛教郭鹏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论开悟贾提涛著，中国佛教协会1990年版。禅的体验，圣严著，台湾东出出版社民国79年版。中国禅学思想研究，何国权著，台湾文津出版社民国76年版。魏晋南北朝佛教史论丛，黄立天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佛教哲学，黄立天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黄立天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简明中国佛教史，日本连田茂雄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禅学讲话，日种让山著，现代佛学大系第32册，台湾民乐出版社民国72年版。禅理希望思想，日本阿部正雄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佛学的革命，杨惠南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佛性论，赖永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佛教禅宗百问，黄桂明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禅宗的形成及其初期思想研究，洪修平著，复旦大学博士研究实验毕业论文1988年另行。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顾伟康著，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禅宗与中国文化，葛兆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禅宗与艺术审美，高长江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道圣起信论讲记，印顺著，妙云集，
上编之7，台湾正文出版社出版。如来藏志研究印顺著，台湾正文出版社，民国70年版。印顺佛学源流类讲，李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印度哲学史，黄新川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宗教学通论，吕大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宗教心理学，释锦著，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宗教心理学书2的欧格里诺维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禅学论文集，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2册，台湾大圣文化出版社，民国65年版。禅学论文集，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3册，台湾大圣文化出版社，民国16年版。禅宗史实考辨，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4册，台湾大圣文化出版社，民国66年版。禅宗典籍研究，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12册，台湾大圣出版社，民国67年版。那这个台湾都可以改成台北了。这个书目是大陆那边的学者写的，中华民国台湾这边的学者应该是台北。禅宗思想与历史，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52册，台湾大圣文化出版社，民国67年版。中国佛教第1、2、3世纪，中国佛教协会编，知识出版社，1980、1992、1982、1989年、1989年版。这里有错字哦，重复1989年。中日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史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佛教与东方艺术，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禅理文化，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禅理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禅理希望世界，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六祖坛经，美国的杨波尔斯基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67年版。这应该是英文版的了。禅宗和中国中世纪的心理活动文化，苏联的阿巴耶夫著，苏联科学出版社，西伯利亚分社出版。禅宗史研究，第2禅宗史研究，第3禅宗史研究。日本的伊井博寿著，岩坡书店，1943年版。有关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的，用到第2、第3、第4、第12、第52册，25用到了第5本。后记，我最初对邢东峰先生最初对禅宗发生兴趣是在大学时代，那时读侯外儒中国思想通史，其中有关禅宗的部分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当时很少有专门研究或介绍禅宗的书籍可读，因而无从获得对禅宗系统的了解，当然更谈不上什么研究。不过我与禅学的因缘总算是从那时种下的。由于这一段因缘，以后我便把慧能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课题。我当时希望把研究禅宗作为了解中国思想的起点，而了解佛教思想又是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奠定坚实的基础。真是越无知也就越胆大，当初竟然把禅宗作为学习研究佛教思想的入手门径。懵懵懂懂走上了禅家提倡的功夫从顶门上做起的路子，由于根基浅钝，几经迂回曲折，最后才取得小小成果。现在回想起来，总觉此路奇险啊！
后来才知道，禅宗之所以能自如地表达佛教思想和从事修行实践，是以当时人们已经完全消化理解了佛教为基础的。因而禅宗文献虽然少有繁琐艰涩的佛家名相术语之藏，却比一般的佛教文献更难领会理解。尽管自己当时对禅宗还很无知，但为了认真完成论文，倒是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收集有关资料。这使我直到如今深受其事。在攻读博士期间，根据石俊教授的建议，对慧能及其前后一段时期内的禅宗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禅宗研究方面有许多值得探索的领域。我之所以选择慧能南宗禅的思想和实践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因为他在禅宗思想史上的地位最为重要。尽管国内有许多学者就此做过大量研究，但是在这一研究领域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并纠正种种误解。因此，对南宗的思想和实践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探索，切合南宗禅学具体情况的科学方法，不仅对于禅宗研究，而且对于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按照石先生的指导，我在研究中为求从南宗禅的实际出发，充分注意南宗禅的实践性特点，在尽可能还其本来面目的基础上，对它加以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并试图运用明白易懂和科学规范的语言，说明南宗禅的思想和实践。直到去年7月，终于完成了中国佛教南宗禅的思想和实践研究的博士论文。那是指1990年，民国79年。今年是自1991年，民国80年4到6月间，又根据张岱年、任继玉等10几位专家研教授对论文提出宝贵意见，作为一些修改，最终写成本书。这本书实际上是我几年来断断续续所从事的禅宗研究的一个初步总结。书中所涉只是禅学的点滴，禅海百川一味，而又滴滴不同，故不敢因本书的完成以自满，恳切希望读者对书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指本书物旨之际，首先要对我的导师石俊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近10年来一直在石先生的指导下从事学习和研究，我所得到的教育不仅仅是学位论文的具体指导，先生的学识修养、为学的态度与方法，以及为人的品格，都足以使我终身受益。同时，向对我的禅学研究给予关心支持、提供宝贵资料的黄立天、罗宇内、梁增文、张春波朱教授以及传印法师和洪修平学友表示由衷的谢意，并对本书的完成提供过热情帮助的张文良、李兴朱友一并致谢。最后应特别感谢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关心并付出辛劳的李怀春教授和沈小龙、张玉梅2位编辑。1991年6月26日。本书叫做《禅悟之道：南宗禅学研究》，邢东风著，这是圆明出版社出版的。
Intro to Logic. Download for free at https://383d4b872d7b454e99fe2eaa43a8ff at 2020. Copyright Matthias Felleisen, John Greenier, Moshe Vardi, Fokshan Kolaitis and Ian Barlan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Share-alike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Original source, connections. http://col10154/1.20. Download for free at http://contents/383d4b872d7b454e99.